車門打開，富豪落車，隨手將鎖匙掟咗俾佢。靚仔，將車洗乾淨啲啊！嗰把鎖匙握喺佢手入面，沉甸甸咁。佢第一次感受到成功嘅溫度。佢將車擦得閃亮，忍唔住多摸咗下，仲未嚟得及回味，身後突然傳來怒罵：你做咩啊？呢一種車你都配電？你種人成世都唔使諗住坐得上呢一種車啊！周潤發呆咗，塊面火辣辣咁痛。收回手嗰一刻，佢喺心入面狠狠地發誓：總有一日，我要你哋睇到呢一架車，我唔單止可以掂，仲可以自己買添啊！多年後，佢坐入咗屬於自己嘅勞斯萊斯，以一部上海灘轟動全港，成為家喻戶曉嘅許文強。而嗰位曾經掃責佢成世都唔使坐上去嘅領班，仲記唔記得嗰個曾經被羞辱嘅少年？而機緣巧合，機會總係轉瞬即逝，你捉住咗，可能就係逆襲。周潤發接觸到演戲係一次偶然嘅機會。老友想去參加一個演戲訓練班，但有啲怯場，唔敢嘗試，就諗住拉周潤發一齊去。但周潤發聽聞仲要報名費，梗係搖頭啦。雖然5蚊對於其他人嚟講唔算啲乜，但對於佢嚟講實在奢侈。老友都明白周潤發嘅顧慮，豪爽咁講道：放心啦，報名費我幫你出。就咁樣，周潤發就被拉咗去訓練班，一齊參加考試。冇任何才藝嘅周潤發揀嚟揀去，覺得唱歌可能簡單啲。不過喺一班經過專業訓練嘅選手中，佢唱歌可以話五音不全，一開口就被叫停。不過考官中有位陳錦輝，好欣賞周潤發嘅勇氣，總覺得呢一個後生仔憑住一股韌勁，一定可以出人頭地。而好彩嘅係陳錦輝係院長，所以以一票決定權將周潤發加入咗中考試。無心插柳冇成功，周潤發成功入讀訓練班，而老友卻無緣落第。不過呢一個訓